大家好，我係 Good Channel Thai 對路泰國嘅寬榮啊。今集企業出海泰國錦囊會聚焦介紹一個被譽為電子產品之母嘅行業 PCB 印刷電路板。最近全球 PCB 嘅產業咧出現一個現象級嘅大遷徙，各個龍頭企業咧都爭相將佢產能轉移去到泰國。如果你係從事 PCB 或者半導體相關行業嘅老闆，你必須要知道，泰國已經成為東盟第一、全球5大 PCB 製造中心。點解聰明錢都選擇投資到泰國？背後其實有2大商業邏輯。第一係市場規模嘅爆發。根據 PISMA 權威數據預測，全球 PCB 產值將會持續增長，預計由2024年去到2029年，年均複合增長率達到 5.2%， 產值將突破946億美元。大家要留意，增長最快嘅唔係普通板，而係技術門檻更高嘅板塊。封裝基板年均增長達 7.4%，HDI 高密度互聯板年均增長達到 6.4%， 呢個意味住整個嘅行業正向高端化、微型化升級，而泰國正正就係承接呢啲高端產能嘅最佳落腳點。第二係應用場景嘅在地化。PCB 嘅下游應用極廣，包括消費電子、通訊設備，同埋最重要嘅汽車電子。泰國係全球10大汽車生產國，亦係 EV 卡電動車生產中心。電動車相較傳統汽車，對穩定性要求極高，多層板、光油結合板需求極大，加上 PCB 產業鏈好長，上游涉及銅箔、樹脂，中游涉及鑽孔、蝕刻。企業出海泰國可以貼近下游客戶，實現產能協同，呢個就係泰國無法取代嘅優勢。PCB 產業鏈出海係大勢所趨，但要贏在起跑線，必須要找對門路。對路泰國至今已協助好多間嘅 PCB 企業出海泰國。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興趣嘅話，歡迎私信我哋嘅專業顧問了解更多。